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猪。猪做动词代表摕物件铺伫涂骹或者是铺伫桌顶，像讲涂骹都要先自报纸，才会当开始油漆。若名词是讲铺着迄个物件，像讲椅子、A字，抑个有珠啊。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椅子，就是放伫椅下的珠啊，互人坐着的时会当更较舒适，或者是更较烧热。嘛会当讲是保护椅啊，或者是较好看迄块布。第二个词就是尿珠啊，用来包红鞋啊、尻川被，是囡仔尿或者是屎，古早是用布做的，即嘛拢是用纸做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红鞋啊强强窜尿，为尿珠啊闪出来，含椅珠啊拢澹去，互大人看到到地，感觉足爱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